嘛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卡努风台，已经伫昨的下晡增强为中度的风台。气象局讲，无排除会伫明仔载暗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。讲这个风台底行的路草佫出现着变化，行到晚近东海的时阵，速度会变慢。所以这个外围的环流甲西南风会伫台湾的北部甲中南部，这个中南部来落大雨，也就是讲8月初2礼拜3，这个风台上挖进台湾。随着风台往中国的方向来刷动。8月初3礼拜4，中南部都要注意短暂的大雨。另外，气象局的前局长郑明典认为，这个风台已经有季风环流khu的这个特征，所以无排除有可能会将做会当生存10天以上的长寿台，也就是长火寿的风台。今仔日水汽的部分，搁再减少，各地很大部分拢是自云到好天，严格卡努风台特地要来呀。风台是一粒接一粒，今年第6号风台卡努目前是一个流级为东南风。16个气象局估计进入挖进台湾东海的海面的时阵，刷动的速度就会来变慢。之后的导引气流会比较不明显一些，因此从2号一直到后续呢，它的路径还有速度上面呢，速度是比较减慢的。来看风台路线的变化，深蓝色的是台湾，土黄色甲其他的色水分别代表着其他国家。会当看到挖进琉球的时阵，大家估计拢是差不多。不过卡努来到东海了后，无确定性就会来提悬。虽然今仔日也是以西北风为主，不过拜3拜4卡努外围环流会带来雨水，16个也阁有西南风，中南部恐惊大雨会落袂煞。那这整体的天气的变化呢，其实大致上就是要看台风它到时候的速度而定，不排除可能在1号晚间到2号清晨是也有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。无排除发布海上警报，突然间气象局地平点嘛发文章，表示卡努看起来已经有季风环流款的特色，也就是大低压带内底的小低压带。虽然讲高压也是偏北，不过两者之间都有抗衡的作用，嘛延长风台生存的时间。卡努可能会变成长火寿的风台，再加上路线变数是真大，16个会安怎影响台湾，全国拢在关心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